后来乡亲啊，这礼拜六第一波的寒流就要到位，讲北部会降到10度以下，透早上低温甚至会降到剩6度。天气伤过寒冷，真会引发到猝死，就是会常常突然间人全翘起。医生来提醒，有3个时间点真会引发死亡。第一，衫裤脱光光；第二，洗身躯的前后；第三，困眠当中。阿公嘛要尽量来避免为寒冷的环境进入到温暖的室内。讲这个温度差，若差超过5度，身体就会载袂调。尤其是老大人，甲有带慢性病的乡亲，暗时啊，这个室内的温度要保持18度以上。天气真湿冷，全台拢降温，行路的人拢穿甲真少。拜六礼拜头一波寒流，气象专家估计温度可能降到10度以下，透早上低温可能干6度。医生提醒民众一定要注意保暖。在低温持续存在的时候，交感神经会活跃，然后激发出我们的血压会上升。下降10度C 的房间，我们的血压就升到了8.2毫米，冷之下猝死。这嘛会当解释是安怎冬天伫厝内行都较会昏倒死去，就是因为温差变化，温度比5度较侪，死亡率愈悬。冬天房间的温度若无维持伫18到20度左右，伫透早5-6点洗身躯前后，搁有咧困的过程当中，这3种状况上有可能常常死去。室温每下降1度C，猝死的死亡率就增加5.6%。浴室的热水器跟房间的气温是相差非常大，有5度C以上，所以有些病人就会在浴室里面就猝死。许多民众为了御寒，都会在家里开暖气，但是如果从外面室外极冷的天气进入温暖的室内，身体恐怕会难以负荷，产生极大的温差，可能还有生命危险。尤其是高风险族群，超过65岁以上，还有慢性病者，暗时房间上好维持伫18度以上，而且嘛爱穿较少咧。若是室温超过20度，嘛建议无需要开任何暖气，嘛会当使用自动模式，让室内温度会当增加到理想的状况。民众除了要注意室内外气温，嘛要注意家己颔棍的保暖，避免引起健康的风险。